中国面临着多地超过40度的气温，干涸的河流，出现了严重的电力供应危机和缺电问题，已经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干旱警报。法国记者表示，连续2个月的高温和干旱导致了20%的农作物遭到了损害。中国政权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加大了转移东突厥斯坦能源的力度。美国证监会26日宣布，已经与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设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会计和审计公司的监管检查和调查活动达成了合作协议。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一直存在着财务报表和审计资料的透明度不能达到美国的监管标准。两国关系好的时候，双方的监管部门对此处理比较宽松，但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这些的管控，美国监管部门也受到了强大压力，不得不向中国企业发出警告，如果连续3年不能接受最新审计标准要求，在2024年年初将面临被美国证监所强迫下市的风险。在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第25次会议上，俄罗斯预计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可能突破1650至17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并希望中方进一步畅通边境口岸运输。6月28日，由土耳其、芬兰和瑞典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签署的3方备忘录框架下成立的常设联合机制首次会议在芬兰召开，与会者在会议上确认了常设联合机制的工作原则，重新审查了旨在落实3方备忘录中规定的承诺有关进展，讨论了未来阶段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美国共和党议员昨天乘坐美军飞机抵达台湾，开始了对台湾为期3天的访问。在此期间，中共共派出了35架军机和8艘军舰在台湾海峡附近活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26日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理表示，该国正在进行接纳离开俄罗斯的250多家外国公司的工作。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4日在政府扩大会议上下令，创造条件接纳离开俄罗斯的公司，称这将是该国获得商品增产的好机会。由东突厥斯坦新生运动组织的第3届国际东突厥斯坦青年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青年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会议涵盖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和世界观问题、当前东突厥斯坦问题和世界政治的机遇、伊斯兰世界和东突厥斯坦、西方世界和东突厥斯坦、媒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东突厥斯坦青年在教育新时代中的作用等，将由各领域专家讲授有价值的课程。